有我中意嘅科普時實驗同明星奇隊。我中意上我哋老師堂，佢會同我哋用英文玩遊戲。學校有好多活動，老師仲會帶我哋去唔同地方，又好玩，又可以學到嘢。我揀聖馬大亞嘅主要原因係我想小朋友咧喺一個充滿愛嘅環境中學習。咁我自己個人覺得啦，小朋友嘅個人修養好緊要。咁學校亦都好着重呢方面嘅培養啦。咁而且依間學校咧嗰個老師資源好充足，好着重每個小朋友嘅身心發展。我好中意學校，而學校有好多體驗活動。我哋而家進行緊拜苦路。點解你中意嚟學校啊？因為我哋學校有葡文班咯。我中意 STEAM 班，因為可以同大家一齊設計一個編程遊戲。學校可以養龜，可以養魚，仲可以種菜。我中意大聖若瑟，大聖若瑟係木匠，學校有木工班。呢度有 rock band。我們都喜歡朗誦，學校有機會給我們去比賽，我們4月份就去比賽了。